成日飛嘅你，係咪想免費入機場貴賓室，仲可以賺里數換機票？ American Express Explorer 信用卡低至港幣 1.68 兌換1里數，全年12次 Plaza Premium Lounge 免費入，迎新仲有高達8000里數。今日逐樣同你拆解清楚。A Explorer 信用卡年薪要求30萬，首年免年費，之後每年簽夠15萬都繼續免年費。本地簽賬港幣6蚊兌換1里數，外幣同旅遊簽賬低至港幣 1.68 兌換1里數，積分永久有效，仲可以自由轉換10間航空公司同酒店里數，係香港旅遊里數卡嘅熱門之選。A Explorer 里數回贈分成3個級別，第一級係外幣消費同指定旅遊網站，低至港幣 1.68 就有1里數，即係大約 10.75 倍積分，最抵。第二級係指定日常網購，包括 Amazon、Netflix、Foodpanda 同 Apple， 港幣 3.6 就有1里數。第三級係一般本地零售簽賬，港幣6蚊兌換1里數。三級分明，用得精明就可以賺到盡。外幣消費係呢張卡最大賣點，只要登記指定限時優惠，海外簽賬、航空公司官網同指定旅遊網站消費，就可以享低至港幣 1.68 兌換1里數。相對於一般里數卡要港幣6蚊先有1里數，呢個比例足足抵咗3倍幾。成日去旅行或者海外網購嘅話，呢張卡真係好和味。迎新優惠方面，由即日起至2026年5月31號，全新客戶成功申請，簽第一筆賬就送大約港幣300蚊賬單回贈。首3個月內累積簽夠港幣8000蚊，再額外送足夠兌換約8000里數嘅積分。迎新期內本地簽賬仲低至港幣3蚊兌換1里數，係平時嘅2倍速度。3個着數加埋好豐富。A Explorer 最大優勢係轉換里數非常靈活。Membership Rewards 積分可以轉去10種航空里數計劃，包括國泰 Asia Miles、英國航空 Avios、新加坡航空 KrisFlyer、亞聯酋 Skywards、長榮航空、芬蘭航空同維珍航空等等，仲可以兌換 Marriott Bonvoy 同 Hilton Honors 酒店積分。無論你處開邊個計劃，呢張卡都幫到你。旅遊禮遇方面，全年主卡同附屬卡合共可以免費享用12次 Plaza Premium Lounge 機場貴賓室服務，全球超過200個機場適用。另外仲可以喺香港國際機場指定餐飲地點享用免費套餐。對於成日飛嘅朋友嚟講，呢12次貴賓室禮遇每年已經值返唔少錢，生活禮遇都唔少。持卡人喺指定高級酒店餐廳，包括君悅酒店、康萊德酒店同香格里拉酒店等，可以享低至85折餐飲優惠。百老匯院線正價戲票9折，仲有退貨保障、現場保養、購物保障，以及高達300萬嘅旅遊意外保險。一張卡覆蓋旅遊同日常生活需要。同其他卡比較， A Explorer 主打里數同機場貴賓室，適合旅遊愛好者。渣打 Smart 卡指定商戶 5% 現金回贈，適合本地消費。Mox Credit 超市 3% 無上限現金回贈，適合超市買餸。DBS Eminent 4大生活類別 5% 回贈，適合餐飲醫療用家。每張卡各有定位， A Explorer 係旅遊里數嘅首選。用 A Explorer 有幾點要留心。第一，外幣低至港幣 1.68 兌換1里數需要登記指定限時優惠，唔係自動有，記得要登記。第二，迎新優惠只限全新客戶，
如果你之前已經有 AE 卡就唔適用。第三，年薪要求30萬係最低門檻，實際批核會睇個人信貸狀況，批唔批到取決於你嘅財務背景。詳細比較一下 ，AE Explorer 本地港幣6蚊一里數，外幣低至港幣1.68一里數，12次貴賓室，年薪30萬，首年免年費。渣打 Smart 指定商戶5%現金回贈，外幣零手續費，年薪24萬。Mox Credit 超市3%無上限，分期零息零手續費，無年薪要求。DBS Eminent 餐飲醫療健身運動5%，年薪36萬。4張卡玩法完全唔同，適合3類人。第一，經常旅遊嘅人，12次貴賓室同低至港幣1.68對一里數好實用。第二，里數玩家，10種航空里數同2大酒店積分靈活轉換。第三，想積分永久有效嘅人 ，Membership Rewards 積分唔會過期，可以慢慢儲。幫你總結 ，American Express Explorer 信用卡。本地簽賬港幣6蚊對一里數，外幣低至港幣1.68對一里數，全年12次 Plaza Premium Lounge 貴賓室，積分永久有效轉換10大航空里數，迎新優惠港幣300回贈加約8000里數，適合旅遊常客同里數玩家。如果覺得呢條片幫到你，記得按讚同分享俾中意去旅行嘅朋友。留言話俾我知你最常儲邊間航空公司里數，申請連結同最新迎新優惠喺下面說明欄。精明消費由揀啱信用卡開始，歡迎訂閱本頻道或者上 worldnews.com 瀏覽更多金融資訊。